大家好啊！今集咧為大家介紹 AP26240系列嘅1:1仿標市場嘅情況嘅。咁 AP 計時系列嚟講咧，其實呢個 AP 呢個品牌咧喺仿標中係屬於一個比較熱門嘅一個品牌嚟嘅。但係咧佢嗰個計時系列咧就唔似勞力士地通蘭系列咁樣啦，一早就做到非常之頂級咁嘅。咁之前 AP 嚟講咧，一路嚟講咧，佢嗰啲頂級質素嘅1:1手錶咧，通常就係類似15500呢啲3針款嘅呢啲系列嘅。咁計時款咧，因為受限於嗰個機芯嘅原因咧，一直咧都係冇頂級貨咁出現嘅。咁直到今年先出咗一體機芯之後咧，先終於 AP 計時嘅系列咧都有翻頂級貨咁嘅。咁目前嚟講咧，都幾多廠家喺度做呢一個系列嘅。咁目前做得最好嘅咧係 APS 廠嘅。咁接落嚟咧就係 DDF 廠嘅。咁呢兩間廠家咧就屬於係第一推第二，嗰個價錢咧都唔平嘅。APS 廠咧同時存在咗兩個機芯版本嘅，喺外殼一樣嘅情況下存在咗兩個機芯版本，而且價錢差距係比較大嘅。咁 APS 廠最新嘅 V2 無卡度一體機芯版本咧，佢嗰個價錢咧大概係7000港紙嘅。咁佢 V1 版本咧，即係外殼一樣嘅情況下，只係機芯唔同嘅情況下咧，佢嗰個價錢咧係6000版本嘅，所以 APS 廠咧會同時存在兩個版本喺度嘅。等陣咧就會同大家介紹一下佢兩個版本之間有咩區別嘅。咁 DDF 廠咧，咁佢嘅價錢咧就係6500港紙左右嘅。咁佢嗰個價錢咧就介乎於係 APS 廠 V 同埋 V2 之間嘅一個差別嘅。咁佢嗰個價錢嘅呢個差距喺邊度咧？咁到時我都會同你哋講解清楚嘅。咁接落嚟咧就係一啲二線廠家嘅貨嘅，咁就比如 BF 廠啊、OMF 廠啊呢啲廠家貨嘅。咁呢啲廠家貨咧，佢通常嗰個價錢咧就係3500港紙左右咁樣嘅。咁到咗呢個 level 嘅啲廠家咧，咁其實就已經係會益眼價嘅，因為個機芯嘅原因，呢啲廠家佢用7750機芯咧去改個機芯咧，嗰個厚度咧會非常之厚嘅。所以就係唔建議嘅啦。即使佢係要3500或者港紙樓上，但係個質素都係差。你3500港紙咧，其實可以買得到幾靚嘅一個地通拿嘅啦。但係咧，如果係買呢個系列咧，都係會一兩價咁樣嘅。而且3500呢個價錢咧，其實都差唔多可以買得到比如15500呢啲最頂級嘅嗰啲貨嘅啦。但係買呢啲計時類咧，仲係會一兩價咁樣嘅。咁再接落嚟咧，就係嗰啲四廠嘅貨啦。咁四廠貨咧，通常就係900蚊左右咁樣嘅。呢個咧就係大致上呢個系列喺目前整個市場上嘅一個情況啊。咁依家嚟講咧，咁都仲有嗰個另外一個新廠家喺度推出緊呢個貨嘅，但係咧佢目前嚟講咧，佢新廠家佢仲係未出嗰個實物出嚟嘅。所以目前嚟講咧，就未知佢嗰個質素去到邊度嘅。雖然佢都講係用丹東嘅一個4401機芯嘅，但係目前未攞到貨，就未知情況嘅。咁佢就係 TOP Top 廠家咁樣嘅。咁佢到時嘅價錢咧，應該都係會介乎喺 DDF 同埋 APS 之間咁樣一個價錢嘅。咁接落嚟咧，就主要同大家介紹一下 APS V1 版本同埋 V2 版本以及 DDF 廠之間嘅區別咁樣嘅。咁首先如何判斷佢係咪一個 APS 廠嘅貨或者係 DDF 廠嘅貨咧？咁最首先睇嘅就係厚度方面嘅。我哋可以睇一睇厚度方面。用咗一體機芯之後咧，佢個厚度嘅地板已經係一個12.4mm 嘅一個厚度嘅，整體咧就唔係一個好厚嘅一個錶嚟嘅。咁如果係用7750機芯改嘅嗰啲廠家咧，咁佢嗰個厚度咧就會厚好多嘅，好明顯可以睇到厚得非常之多咁嘅。
呢個係第一點，係第一睇嗰個厚度方面嘅。咁第二方面嚟講咧，你就係要睇佢嗰個功能是否完整嘅，就係佢嗰個計時功能是否完整嘅。大家可以睇得到佢呢三支針係計時針唔喐嘅。呢6點位咧係整隻錶嘅一個秒針嘅，咁又正常狀態下就只睇到6點位支秒針喺度喐嘅。咁有啲廠家咧，其實佢嗰個喐嘅秒針係9點位支嘅，就完全係唔對版堅嘢咁樣嘅。所以咧，第二方面咧就睇佢嗰個功能對唔對版嘅。第三方面咧就睇下佢嗰個計時功能是否正常嘅。基本上嚟講咧，咁佢如果係用翻7750機芯、改翼機芯或者呢種4401一體機芯咧，佢嗰個計時功能咧係會唔同嘅。咁7750機芯嚟講咧，佢就冇非凡計時嗰個功能啦。咁通常你開咗計時功能之後咧，你要暫停咗計時功能再復位嘅。如果係7750機芯啊嘛，如果係呢個非凡計時機芯4401咧，其實你係可以直接撳復位鍵復位翻佢嘅。再撳一次暫停啦，咁然之後4點位咧係復位，即係你未暫停嘅時候咧，直接復位佢嘅嗰個非凡計時機芯。你就唔一定係要暫停咗先復位。如果7750機芯，如果你唔暫停咗之後撳復位鍵咧，佢係好容易壞嘅。呢種非凡計時機芯咧，佢就冇咁容易壞嘅。咁當然嚟講咧，咁仿錶嘅計時功能咧，咁如果除非必要啦，而冇必要咧，你就最好都係唔去用佢嘅。咁畢竟你用計時功能咧，佢會損耗動力同埋損耗機芯嘅。所以第二點咧就係佢嗰個功能是否對版咁樣嘅。咁第三點咧就睇佢係唔係雙面藍寶石玻璃嘅。類似 APS 或者係 DDF 呢啲廠家咧，佢就會搭咗一個雙面藍寶石玻璃嘅。正面都會係藍寶石玻璃，然之後佢背面咧都係一個藍寶石玻璃嘅。大家睇到背面都係一個藍寶石玻璃嘅。咁如果係細廠咧，佢可能兩邊都唔係藍寶石玻璃，或者係正面藍寶石玻璃，背面唔係藍寶石玻璃咁樣嘅。所以第三點咧就睇佢係咪一個藍寶石玻璃嘅。咁第四點咧就最重要一點啦，就係睇佢係唔係一個無卡度嘅一體機芯嘅。睇機芯咧就係會區別佢係 APS 廠 V1 版本定係 V2 版本，或者定係話係一個 DDF 廠嘅一個貨嘅。我哋睇得到嘅無卡度機芯咧，其實咧就係主要係睇佢嗰個擺輪嘅一個位置嘅。大家可以睇到佢無卡度機芯咧，佢擺輪位置咧就係冇嗰個快門裝嘅。大家可以睇到呢個位置咧，佢就冇呢個快門裝出嚟嘅。咁 V1 版本就有一個快門裝嘅，咁大家可以睇睇個相片。V1 版本就有一個快門裝嘅，咁大家再可以睇睇 DDF 嘅一個機芯嘅一個照片嘅。咁佢 DDF 咧，佢都係冇個快門裝嘅。咁如何區別佢係究竟係一個 DDF 廠嘅貨定係一個 APS 廠嘅貨咧？咁最重要嘅一點咧就係 APS 廠咧，佢係有嗰個砝碼嘅，咁 DDF 廠咧就冇砝碼嘅。咁大家可以睇到呢張相嘅，咁 DDF 廠咧佢就係冇呢個配重砝碼喺度嘅，嗰個擺喺輪上咧佢係冇嗰個砝碼喺度嘅。咁 APS 廠咧，大家睇到啲相，佢就喺嗰個擺輪上邊咧有砝碼喺度嘅。咁佢就呢個係最重要嘅一個區別嘅。咁堅嘢佢都會有配重砝碼喺上邊嘅。呢個咧就係點解個 APS 廠嘅 V2 版本會比 DDF 廠咧會貴咗幾百蚊嘅呢個主要原因嘅。所以總體嚟講咧，如果係推薦嘅話咧，就會係推薦 APS 廠嘅貨嘅。咁如果你嗰個預算有限，或者你唔在意嗰個機芯嘅一個外觀係咪多咗呢條砝碼仔咁嗰個快門裝嘅話咧，咁你就揀翻 V1 版本就性價比高啲，比 V2 版本平到1000蚊咁樣嘅。咁如果你都係會好在意機芯整體一個外觀咧，咁你就揀翻 V2 版本啦。咁當然嗰個價錢就比較貴，要7000港紙左右咁樣嘅。今集咧就主要同大家介紹到呢度啦。咁如果大家想聽關於1:1市場嘅邊啲話題咧，可以留言嘅。
如果對手錶有興趣咧，都可以加個聯繫方式嘅。有任何手錶問題咧，都可以隨時問我嘅。多謝晒。